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是这个台北市的环保局处地民众乱抌粪扫，所意外来造成着悲剧。这个代志发生伫民生社区，一个男子将2大包家用的粪扫隔伫个行人道公用的粪扫桶，去互环保局的巡查员发现。这个男子越头就走，结果闯红灯，冲过大路的时阵去绊倒，去互一台拄啊驶到位青灯的轿车来弄死。死者的家属，搁这个巡查员业务过失，这案件已经在审理了。敢是去迄条王姓的查甫直直冲过来，结果无细力煞绊倒，开过来轿车直接甲弄着，真大声的声音，互附近的人拢错一条。然后像最多是走到路中间，然后跌倒了，要闯红灯嘛，然后跑过来的时候，他这边是对向车道，所以他走到中间那边跌倒，车刚好过去。意外是伫10月15号发生的，不过伊到底咧干啥？当时王姓民众在这边丢完垃圾之后，遇上了环保局稽查人员来盘查。他向他表示身份之后，男子却突然拔腿狂奔了100多公尺，之后闯红灯被轿车撞上。因为丢的是尿布啊、茶叶这些，那不是行人行走过程中产生的垃圾了。那垃圾应该比较大包嘛，所以经常会造成满溢，妨碍行人的使用，也成为一个脏乱点。原来这位查甫等了2包家庭的粪扫，就互环保局巡查员查掉的，伊惊慌掠着才会走。不过环保局讲绝对无伫后壁干预，只是表面成分。即马才42岁王姓先生意外来过身，伊的家属嘛提出业务过失的告诉，案件进入司法庭诉，互人真遗憾。